1998年1月13日，台北101大楼正式开工。当时财政部长邱正雄、台北市长陈水扁、立法院长刘湘环等人共同主持动土仪式。让今天的典礼我非常顺利。台顶白色模型就是未来101大楼完工的模样，目标是要变成全世界上悬的大楼，经过7档才完成。乔丹在 NBA 的地位是无人能取代的。当一传出他明天要宣布退休的消息，全球各地媒体无不报道这一项令球迷难过的消息。美国 NBA 职业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在1999年1月13日宣布退休，无球迷甲队友拢真艰苦。Michael Jordan 麦克乔丹在15年的职业篮球生涯中，总共得到6摆 NBA 总冠军。因遐身跳投的独门功夫，更加是招牌动作，被称之为篮球界的空中飞人。